歡迎體驗大灣區醫療新方式。優醫通，你嘅一站式醫療資訊平台，透過創新技術打破地理限制，實現醫療資源嘅優化配置，為你帶嚟更便利、更智能嘅健康服務。我哋嘅服務平台滿足大灣區日益增長嘅跨境醫療服務需求，致力於讓香港同內地居民嘅健康之旅更簡單、更智能。我哋提供免費嘅健康資訊，讓你隨時了解最新醫療動態，仲有會員專屬折扣，幫助你節省醫療開支。更重要嘅係便捷嘅預約系統，讓你一個掣就做好門診預訂。此外，我哋仲有優質醫療產品推薦、AI 科技應用以及專業服務信息，一切盡在掌握。平台涵蓋多種多媒體管道，包括網站、WhatsApp、微信。我哋同眾多頂尖機構合作，包括港怡醫院、聯合醫務集團、香港莊柏醫療、希悅醫療中心以及深圳新豐和睦家醫院、佛山復星禪城醫院、廣東祈福醫院、深圳普瑞國際眼科醫院等等。另外，優醫通擁有一個優質醫生網絡，你可以根據地區或專科輕鬆篩選。我哋嘅目標係整合整個大灣區嘅醫生資源，提供多種問診服務，俾你一個慳時間並慳功夫嘅健康體驗。優醫通融入人工智慧科技應用，我哋有查你金一個快速健康評估工具，只需簡單操作就能夠幫你評估潛在健康風險，早發現早預防。優仔作為我哋嘅 AI 客戶服務系統，就好似一位貼心助手，24小時在線解答你嘅疑問，從預約指導到健康諮詢，應有盡有。AI 工具唔止高效，仲讓醫療服務更嘅人性化，真正融入你嘅日常生活。優醫通打造全方位健康資訊中心，包括疾病預防、保健養生、營養飲食同專家文獻，線上健康購物平台提供保健產品、體檢同疫苗，醫療教育平台輕鬆報名課程，進階預約同資訊分享更有效率。喺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嘅協助之下，我哋嚴格把關，確保每項醫療服務嘅品質同水準。優醫通標籤計劃向能夠提供優質醫療服務機構發出優醫通標籤，以便市民識別及做出選擇。品質第一，你嘅健康我哋守護。而家就訪問 www.gbayyt.com 體驗我哋嘅平台，免費取得健康資訊、預約門診並申請 GBA 卡解鎖超值優惠。健康係最大嘅財富，優醫通助你輕鬆擁有。立即行動，從呢度開啟你嘅健康新篇章。